讲到南海局势紧张，这菲律宾的海华防卫队昨有抛出一段影片，因为巡逻艇苏罗安号伫咧黄岩岛海峡撞到中国的海警船和中共的飞弹驱逐舰桂林号，这两只中国船呢竟然甲因掠，不过这中国海警船却去弄到因家己的桂林号，这款的绕开弹呢，这中共南部政区虽然无对外说明，有学者是认为讲，将可能会用同一招来威胁咱的东沙群岛。 画面的正边有中国海警船伫后壁对调调，倒边有中国空5-2D 飞弹驱逐舰桂林号，两只中国船是对菲律宾海华防卫队的巡逻艇苏罗安号酷肉，画面是真惊险。 中国菲律宾伫咧南海的黄岩岛海峡是发生冲突，菲律宾海华防卫队11伫面册发出影片，讲苏罗安号面对中国海警船和中国军舰桂林号甲夹起来，落尾是成功脱离，无想到后一秒海警船弄到中国军舰，弄甲真大声。Should you need any assistance, we are willing to provide assistance. 对事发的相片会当看到海警船的艦首是严重毁损，桂林号的船身嘛有压到的伤，飞船虽提供救援，但给马尼拉全员拢得到勋章。 那这一次的做法，其实只是伤害到他自己的国际形象之外，那也展现出他们在面临这种海上冲突的这个不稳定性。他们菲律宾迄边肯定军员维护海峡、保护渔民，中国南部政区对因家己的军舰互相去弄掉，是完全无讲到。敢若只讲菲律宾用迄阵运补做理由，硬要弄入去黄岩岛海峡，或者分析菲律宾用透明战略掌握公事权，包括中国操作认知战。所谓的这种极限施压的这种方式啊，我觉得或许我们现在也可以及早先预做准备。碰到这种，那是不是简单讲，碰到这种团，我们是不是有准备，心里有准备，就跟他撞上去，然后来展现我们对所谓的这个为我们自己海权的维护的这个情形。针对中国伫南海进行极限压迫，想要来协助菲律宾，学者警告讲，无排除中国嘛会对咱的东沙群岛用出同款的手段，考验海巡以小博大，守护主权。记者综合报道。